跟住講嘅係銀行賬戶證明文件。新申請人需提供銀行結算單或銀行存摺首頁嘅副本。至於持續申請人，若曾更改戶口資料，就需提供可證明其新戶口嘅銀行結算單或銀行存摺首頁嘅副本。如符合以下條件，可豁免遞交相關證明文件。條件係：一、申請人過往曾成功申請並獲發學資處嘅資助及或貸款至其銀行賬戶，並喺有關嘅成功申請中曾遞交銀行賬戶證明文件副本；及二、申請人喺今次申請資助時使用相同賬戶，即係上述曾收取資助及或貸款嘅賬戶。啱啱提及豁免遞交身份證明文件同銀行賬戶證明文件嘅安排，學資處保留任何爭議嘅最終決定權。如有需要，申請人仍可能會被要求提交相關證明文件。繼續講解嘅係評估年度嘅全年收入證明文件。無論係新申請人或持續申請人，家庭中所有受薪人士，包括申請人同家庭成員，應提供由稅務局發出嘅繳稅通知書。如果冇，亦可提供僱主填報嘅薪酬同退休金報稅表、薪俸結算書或顯示支取薪酬、津貼等記錄嘅銀行結算單或存摺副本等。如遞交銀行結算單或存摺副本，請同時提供戶口持有人姓名頁，並用顏色筆註明薪金嘅項目同加以註釋，以及說明其他存入金額嘅入數來源。假如冇上述任何收入證明文件，可以用夾附喺申請文件入邊嘅參考樣本一提交由僱主填寫嘅收入證明書正本。至於自僱司機或經營業務人士，就需提供由執業會計師核實嘅營業損益表。如果冇相關營業損益表，請用申請文件入邊嘅參考樣本2或3提交自行擬備嘅營業損益表。有個人入息課稅通知書嘅話，亦請一併提交。若受薪或自僱人士未能提供任何收入證明，請用申請文件入邊嘅參考樣本4填寫收入自述書，詳細列明全年嘅每月入息嘅計算方法同無法提供收入證明文件嘅原因。如申請人未能提供合理解釋，學資處可能唔會進一步處理有關申請。最後，請有租金收入嘅人士提供租約或顯示租金收入嘅銀行結算單同有關銀行戶口持有人姓名頁嘅副本。如果申請家庭屬於單親家庭，新申請人需提供分居或離婚證明文件或配偶死亡證明文件副本。如果冇證明文件，請以備有申請人簽署嘅通知書提供合理解釋，以供學資處考慮。至於已經喺上一學年申報屬於單親家庭，並已遞交分居、離婚或其配偶死亡證明文件副本嘅持續申請人，仍需喺新學年再次書面聲明單親家庭狀況維持不變。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如果申請人喺評估年度內需支持有長期病患或永久喪失工作能力嘅家庭成員繳付必要嘅醫療開支，或有供養父母，請向學資處提交有關證明文件副本。申請人應瀏覽職學處網頁，參與該學年嘅申請指引同填表須知，了解遞交證明文件嘅最新安排。申請人可根據證明文件嘅種類，將啱啱提及嘅證明文件分別掃描成 PDF 或 JPEG 檔案，並喺證明文件頁面點選對應嘅方格，然後喺電腦或流動裝置選擇相關證明文件嘅檔案上載，或將有關檔案直接拖放至對應嘅方格內。請注意，所有證明文件嘅檔案大小總和唔可以多於頁面中證明文件標題下所示嘅容量限制。如申請人想提交嘅證明文件檔案大小超過限制，請考慮提高圖像壓縮比率或調低 JPEG 檔案嘅解析度，以壓縮檔案。喺選擇所有證明文件檔案後，申請人需喺指定方格入邊輸入頁面顯示嘅驗證碼，以進行驗證。申請人喺確認所有已輸入嘅資料同已上載嘅檔案正確無誤後，可按遞交以遞交其電子表格同相關證明文件。然後頁面會出現一個提示視窗，確認你即將向學資處遞交電子表格，以及提示你喺遞交電子表格後
如需要向學資處補交資料可使用嘅方法，冇問題嘅話，請按確認以完成遞交電子表格同相關證明文件。當完成遞交程序後，網頁將顯示遞交詳情嘅信息，申請人可列印呢頁以作記錄，亦可以下載同儲存已遞交嘅電子表格以作參考。另外，遞交信息下方有一份不記名嘅顧客滿意度調查，歡迎申請人填寫以提供意見。所有收集嘅資料只用嚟做滿意度分析，為持續優化服務提供有用參考。除咗睇呢個短片外，你可以瀏覽職學處網頁內有關學前及中小學程度嘅學生資助計劃資料，而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嘅申請指引同填表須知，亦可以喺職學處網頁揾到。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熱線28022345。